继续是这个正大消息，来看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最近是正接咧出现，红点名要来参选到新北市长。早起，林佳龙来参加到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干部的交接，甲这林佳龙同款拢是属正国会议员陈启玲，是来接民进党团的总召集人。 新北市长侯友宜嘛带着局处的首长去参加，讲这个欢呼声甲掌声比林佳龙较大声哦。若针对要参选到新北市长这个议题，林佳龙讲应该多多予少年人甲在地人机会。若侯友宜是讲，只要愿意为新北市来做代志，拢真欢迎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